你睇一個人，唔好淨係聽佢把口講到幾好聽，亦唔好淨係睇佢喺你面前幾客氣。有時一個人未開聲之前，佢點樣着衫已經透露咗佢好多嘢。我唔係叫你嫌貧愛富，唔係叫你見人着得普通就睇唔起人，更加唔係叫你用名牌去分高低。做人去到某個年紀，你就會慢慢明白，衣着真正照出嚟嘅唔係一個人有幾多錢，而係佢有冇分寸，有冇自重，有冇安頓好自己。件衫可以唔貴，但起碼要乾淨；對鞋可以舊，但唔好舊到令人覺得你完全唔理人感受。出席咩場合就要有咩場合嘅樣。最怕唔係一個人着得平凡，最怕係一個人明明冇底，偏偏日日靠外面嗰層皮，扮到自己好似好有料，好似好成功，好似全世界都要信佢。你諗下，一個人如果連自己幾多斤兩都唔肯面對，成日要靠名牌、金器、車匙、手錶、皮鞋、西裝去撐住個場面，咁佢心入面其實係好虛嘅。人一虛就容易講大話，人一怕俾人睇低就容易借錢扮闊，人一成日要面就會為咗保住個面拖埋身邊人落水。所以我成日話睇衫唔係睇貴賤，係睇分寸。真正有底氣嘅人未必周身名牌，但你望落去會覺得舒服、穩陣、乾淨、有交代。真正心虛嘅人可能着到成身發光，但你越睇越覺得浮，越傾越覺得唔踏實。古人講，原文係君子不重則不威，呢句出自《論語》。講白啲，即係一個人如果冇一種沉穩嘅分量，冇一種自重嘅態度，就算外表整到幾威都係空嘅。威唔係靠件衫撐出嚟，威係由心性、德行、做事有交代，慢慢養出嚟。你着得再光鮮，如果講嘢冇譜，做人冇信，錢銀唔清，成日吹到天花龍鳳，最後都只會令人心寒。我以前見過一個街坊，姑且叫佢阿強。阿強唔係壞人出身，屋村大，細個都捱過苦，讀書唔多，出嚟做過地盤，做過物流，又跟過人做小生意。照道理肯做肯捱，日子都唔會太差。但阿強有一樣嘢好要命，就係太怕人睇低佢。佢每次出街，件恤衫一定要運到直一直，皮鞋一定擦到反光，手上戴住隻大大隻金錶，頸上掛條金鏈，腰間仲要有意無意露少少車匙出嚟。你喺茶樓見到佢，未坐低已經聽到佢把聲，嗰種聲唔係同人傾偈，係好似驚死全場，唔知佢有錢咁。佢成日同人講，最近有單生意好大，識到邊個老闆，喺邊度有門路，邊個項目好快翻幾倍。你同佢飲茶，佢一定爭住埋單，埋單嗰陣仲要講一句細數嚟啫，大家開心最緊要。頭幾次街坊真係覺得佢嬲得掂，親戚又覺得佢生性咗，連以前唔多理佢嘅朋友都開始主動約佢食飯。人就係咁，你一見到一個人外表光鮮，講嘢夠大聲，成日請客，好容易就以為佢有本事。你未必會即刻信晒佢，但你心入面會放鬆少少戒心，覺得呢個人應該唔會差得去邊。有一次，阿強喺舊式茶樓約咗幾個朋友飲早茶，台面有蝦餃、燒賣、鳳爪，佢就一邊斟茶一邊講自己有個機會。佢話有個朋友做進出口，貨一到手就有人接，唔使擔心銷路，只係而家差少少周轉。佢講到好有信心，仲拍住心口話，大家識咁多年，我有好嘢先預你哋，出面啲人想入都冇位。嗰幾個朋友本來都有啲猶豫，但你知啦，茶樓嗰種氣氛，大家坐埋一齊，佢又着得咁企理，金錶一閃一閃，電話又不停響，好似真係好忙，好有生意。最重要係佢講嘢唔似求你，反而似俾機會你。人最容易中招，就係喺呢一刻，你以為自己嘅投資，其實係俾人用氣勢牽住走。你以為自己係幫朋友，其實係幫佢補一個越嚟越大嘅窿。其中有個老街坊叫智叔，50幾歲，做咗半世保安，份量唔高，但勝在慳家，有少少積蓄。智叔個仔準備結婚，
屋企本來想留筆錢裝修，點知聽阿強講到咁實牙實齒，又見佢平時出手咁闊，心諗呢個人應該唔會呃街坊。智叔拎咗10萬出嚟，講明3個月要用返。阿強當場話冇問題，我做人最講信用，3個月唔止還你，仲有息俾你。講到尾，最令人放下戒心嘅唔係份合約，唔係啲數字，而係阿強多年嚟營造出嚟嗰個樣。佢着得似成功人士，講得似成功人士，食飯埋單又似成功人士，於是大家就真係當佢係成功人士。可惜假嘅嘢撐得一時，撐唔到一世。3個月過去，阿強開始話貨款未返，再過1個月話銀行戶口有啲麻煩，再問多2句就話自己都俾人拖數，叫大家體諒。智叔急到瞓唔着，個仔裝修錢冇咗，屋企日日嘈，老婆鬧佢一把，年紀仲咁天真。最後先有人揭穿，原來阿強早就周身債，之前請客帶金揸車唔少都係借返嚟，甚至有啲卡數已經拖咗好耐。佢唔係突然出事，係一路出事，一路用更光鮮嘅外表遮住個爛攤子。你話阿強最大嘅問題係咩？係窮咩？唔係，人窮唔可恥，日子有高低都好正常。佢最大嘅問題係唔肯認清自己，唔肯守住分寸。明明自己未企穩，就要扮到企得好高；明明自己冇能力請客，就要爭住埋單；明明自己冇餘力做大茶飯，就要喺人面前講到自己有門有路。做人一旦咁樣就好危險，因為你唔止呃人，你先呃咗自己。你呃自己呃得耐，就會覺得再借一筆冇問題，再講一次大話冇問題，再拖一拖都冇問題。到最後唔係你一個人跌落去，而係連信你嗰班人都俾你拖住跌。呢個就係人心最微妙嘅地方。好多破財唔係因為你唔識投資，而係你太相信一個人表面嗰層光。好多家庭出事唔係因為一開始貪心，而係因為你唔識分辨一個人嘅體面究竟係修養定係包裝。所以第一種一定要行遠啲嘅人，就係明明冇實力，偏偏要靠名牌同排場撐場面嘅人。呢類人唔一定一開始就想害你，但佢嗰份虛榮最後好容易變成別人嘅災難。你見佢成日講大生意，成日話識人，成日請客，又成日話自己最近資金周轉，咁你就要醒，真正有根基嘅人未必周圍講自己幾有錢，真正有福氣嘅人唔會下下用錢壓場，真正做事穩陣嘅人唔會日日要別人承認佢成功。一個人越係缺乏內在分量，越要靠外在聲勢補反。好似一間屋地基唔穩，外牆油得再靚都冇用。一個人心性唔穩，衣着再光鮮都只係遮醜。你平時睇人可以睇3樣嘢：第一，睇佢着衫係咪符合場合，普通飲茶乾乾淨淨就夠。如果佢次次都好似去剪彩咁，仲要不停等人讚佢，呢個人多數好需要掌聲。第二，睇佢衣着同佢日子係咪對得上，唔係話收入普通就唔準着靚衫，而係如果一個人長期入不敷支，卻日日用外表營造富貴感，咁背後一定有壓力，亦可能有謊言。第三，睇佢會唔會用呢個形象逼你相信佢。佢話你睇我都唔似呃人啦。佢話我咁多年都係靠信用食飯。佢話唔信我你就走寶。聽到呢啲說話更加要慢落嚟。真正可信嘅人唔怕你查，唔怕你問，唔怕你慢慢諗。只有心虛嘅人先至要用氣勢、面子排場推住你快啲點頭。但人世間仲有另一種人更難防，佢未必浮，甚至相反，佢着衫好得體，講嘢好斯文，坐低嗰陣唔會大大聲，對老人家會講請，對女人會顯得好體貼，對朋友有一副講義氣嘅樣。佢唔似阿強咁成日閃閃發光，佢係另一種包裝，包裝到你舒服，包裝到你放心，包裝到你覺得呢個人好穩陣。呢種人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佢好識因人而變。見到有錢人，佢着到似做大生意；見到老人家，佢着到樸素少少。
講嘢又謙卑少少。見到想揾安全感嘅人，佢就整到自己好似一個好有責任感嘅男人。見到朋友，佢就一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嘅兄弟樣。你以為佢係識禮數，其實有時佢係識做戲。做人識打扮唔係罪，識場合更加係修養。但如果一個人嘅衣着、表情、語氣永遠都係為咗達到某個目的，咁你就要小心，因為佢唔係自然流露自己，佢係一步一步鋪緊局。古人睇人唔係淨係睇一眼就下判斷。《論語》有句說話，原文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甚哉？人焉甚哉？講白啲，即係你唔好淨係睇一個人做咗咩，仲要睇佢點解咁做，佢一路以嚟係點樣做人。最重要係睇佢個心安喺邊度，佢安喺利益，安喺面子，安喺操控別人，定係安喺本分同良心？你睇得清呢一點，好多人就藏唔住。我記得以前有個好有港味嘅故事，發生喺一間舊式茶餐廳。嗰間茶餐廳唔係咩高級地方，地磚有少少舊，風扇成日吱吱聲。下午3點幾，啲阿叔阿嬸會坐喺度飲奶茶、食菠蘿油，順便講下屋企事、仔女事、樓價同退休金。入面有個男人，大家叫佢林生。林生每日下午都差唔多時間出現，永遠一件乾淨恤衫，一條深色西褲，一對擦得好企理嘅皮鞋，手上拎住一個黑色公文包。佢唔會好誇張，唔會帶到成身金，亦唔會大大聲話自己有錢。佢最叻嘅地方就係着得剛剛好。你話佢有錢，佢又唔會太張揚；你話佢普通，佢又明顯比一般街坊多咗份派頭。佢坐低會慢慢叫杯熱檸茶，攤開幾份文件，好似真係好忙。有人經過同佢打招呼，佢一定微笑點頭，講兩句關心說話。邊個屋企老人家入院，佢會問下情況；邊個仔女準備結婚，佢會講句恭喜；邊個話最近股票蝕錢，佢會輕輕嘆口氣，話而家市道唔易，最緊要保本。你聽落去會覺得呢個人好有閱歷，好有分寸，好似值得信。慢慢地，林生同一班茶餐廳熟客熟咗，佢從來唔急住講錢，亦唔會一開始就叫人投資。呢種人嘅高明就係佢知道信任唔可以一口食晒，要一啖一啖餵俾你。頭一個月佢淨係同大家講下生活，第二個月佢開始提起自己以前做金融、做項目管理，識唔少做實業嘅人。第3個月佢開始偶然透露自己幫幾個朋友做緊一啲話就話好穩陣嘅錢銀安排，唔係炒股，唔係賭運，係有抵押、有合約、有回報。佢每次講到呢啲就會好識收，講兩句就停，仲會補一句呢啲嘢唔啱所有人，最緊要大家唔好貪心。你聽下幾穩陣，明明佢係引你入局，但佢偏偏扮到自己係叫你唔好貪。最容易令人中招嘅就係呢一種反向包裝。佢唔催你，佢令你自己想問；佢唔推銷，佢令你覺得自己有眼光；佢唔扮闊，佢扮負責任。到有日，一個剛退休嘅阿姨主動問佢：林生，你講嗰啲保本項目係咪真係咁穩陣？林生聽到先皺一皺眉，好似好認真咁諗，然後話：阿姐，我唔敢亂講，錢係你半世人辛苦儲返嚟，我一定唔會害你。你睇呢句說話幾毒，表面係體諒，實際係進一步加深信任。你越覺得佢唔貪你，越容易將錢交俾佢。當時有個阿姨姓陳，60出頭，老公早走，自己湊大2個仔，2個仔都成家立室，但各有各忙，平時返屋企食飯都少。陳姨手上有一筆退休金，本來諗住留嚟傍身，怕將來病痛，唔想麻煩仔女。林生知道佢呢個心結，講嘢就特別投佢所好。佢唔會同陳姨講發達，佢同陳姨講安全。佢唔會講大茶飯，佢講每個月有少少穩定回報，夠你買餸，夠你飲茶，唔使下下問仔女攞錢。你諗下，對一個老人家嚟講，最怕唔係冇錢豪花，最怕係老咗要睇人面色。林生就係捉住呢一點，佢着得唔誇張，
講嘢又溫和，文件又齊，仲話可以慢慢睇，唔急。結果陳姨由最初拎5萬，到後來加到20萬，再介紹咗另一個朋友入嚟，大家都覺得林生可靠，因為佢從來冇表現到貪婪，反而成日提醒人唔好落太多。可是你要記住，有啲人最叻嘅就係用我唔貪嚟包裝最大嘅貪。佢知道你怕遇到騙子，所以佢就扮成最唔似騙子嗰個人。幾個月之後，問題開始出現。第1個月真係準時有錢返，第2個月都準時，第3個月遲咗2日。林生解釋話公司核數唔緊要。第4個月又遲，佢話銀行流程改咗。第5個月有人想攞本金出嚟，佢就話項目未到期，提早攞會蝕手續費。到呢個時候其實已經好多破綻，但人一旦投咗錢落去，就好容易幫對方揾藉口，因為你承認佢有問題，就等於承認自己睇錯人。陳怡日日心慌，但又唔敢同仔女講，怕俾仔女鬧。佢去茶餐廳等林生，林生有時出現，有時唔出現。出現嗰陣仍然恤衫西褲，仍然好有禮貌，仍然叫大家放心。你知唔知最令人寒心係咩？係一個人明明已經拖住人哋嘅血汗錢，佢仲可以着得整整齊齊，坐喺你面前飲熱檸茶，好似自己冇做錯過任何事。到最後茶餐廳有幾個熟客一齊報警，先知林生根本唔係咩穩健項目負責人。佢之前已經用差唔多嘅手法喺唔同地方揾人落搭。佢嗰個公文包入面啲文件，有啲真，有啲假，有啲只係用嚟令人覺得好正式。佢嗰身衣着從頭到尾都係道具，佢嗰份斯文從頭到尾都係報警，佢嗰種關心從頭到尾都係鋪路。你聽到呢度，唔好以為我係叫你見到人着恤衫西褲就驚，唔係。世上好多正派人都着得好得體，亦有好多真君子講嘢溫和，做事細心。我哋要分嘅唔係外表好唔好，而係佢個樣同佢個人係咪對得上。真正有修養嘅人着得整齊，係因為尊重場合，尊重別人，亦尊重自己。有心設局嘅人着得整齊，係因為知道你會信呢一套。分別喺邊？喺佢會唔會催你，會唔會令你唔好意思拒絕，會唔會每一句說話都慢慢推你去同一個方向。林生表面唔催，但佢一路鋪，一路令你覺得唔加入就走寶。佢表面關心你，其實句句都扣住你嘅恐懼。佢表面講安全，其實利用你想安全嗰份心。呢啲就係人心入面最難防嘅地方。商學有一句老話叫商不獨論，即係唔可以淨係睇一樣嘢就定一個人好壞。睇人都一樣，唔可以淨係睇衫，仲要睇眼神、睇手勢，睇佢遇到問題點回應，睇佢肯唔肯俾你查、俾你問、俾你慢慢諗。你見一個人衣着得體，但眼神成日閃，講到關鍵位就避，文件唔肯俾你帶走睇，成日話機會好快冇，叫你唔好同屋企人講住，咁你就一定要停。記住，真正光明正大嘅事，唔怕你問多2句；真正穩陣嘅合作，唔怕你返屋企同家人商量。真正有德行嘅人，唔會用你嘅不好意思去換佢自己嘅利益。所以第2種要行遠啲嘅人，就係着衫太識做戲，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永遠用個樣，用個氣場，慢慢令你放低戒心嘅人。呢類人有時比浮誇嘅人更危險。浮誇嘅人你望多幾次可能會覺得唔對路，但太識做戲嘅人，佢會令你覺得自己好聰明，覺得自己識人，覺得自己遇到貴人。到你醒嗰陣，錢已經出去，人情已經傷咗，屋企亦已經亂咗。做人去到中年晚年，真係要明白一件事，有啲衫係着俾場合睇，有啲衫係着俾獵物睇，前者叫修養，後者叫算計。你唔好因為一個人着得斯文，就將自己半世積蓄交俾佢；唔好因為一個人講嘢溫和，就覺得佢一定善良；唔好因為一個人表現到好關心你，就忘記問一句佢到底想喺你身上攞到啲咩。真正識人要慢，
慢慢睇，慢慢聽，慢慢查，慢慢觀察佢喺小事上有冇信用，佢有冇準時還人錢，有冇講過嘅事做到，有冇對服務員、清潔阿姐、屋企老人家一樣有禮貌，有冇一遇到利益就變面。一個人真正嘅底色唔係喺佢準備好俾你睇嗰陣出現，而係喺佢冇諗住表演嗰一刻露出嚟。衣着可以睇，但唔可以只睇衣着。衣着係門口，入到去仲要睇心性。你守得住呢份清醒，就少好多破財災，亦少好多被人拖累嘅苦。講到第三種人，好多人一聽可能會以為我想講邋遢。你唔好急。我唔係叫你見到人件衫舊少少、鞋爛少少就嫌棄人，做人千祈唔好咁薄情。呢個世界有好多做苦工嘅人，有啲人成日喺地盤、街市、廚房、貨倉打滾，返到屋企件衫有汗味、對鞋有塵，唔代表佢冇修養。亦有啲老人家病咗，身體唔方便，打理唔到自己，呢啲更加唔應該拎嚟批評。我要你睇嘅唔係窮，唔係舊，唔係辛苦，而係一個人長期唔理場合、唔理感受、唔理責任，仲覺得全世界都應該遷就佢嗰種心態。呢種人先係真正要小心，因為衣着散亂，有時唔止係外表問題，而係佢成個人嘅生活秩序已經散咗。佢唔整理自己，慢慢就唔整理屋企；唔整理屋企，慢慢就唔整理錢銀；唔整理錢銀，慢慢就唔整理關係，到最後佢唔係一個人亂，係將身邊人一齊拖入佢個亂局入面。我見過一種人出席人哋婚宴，明知係正式場合，都着住拖鞋皺到一團嘅衫，仲話自己最自然，唔中意扮嘢。去探病，成身煙味，衫領黑晒，入到病房大大聲講嘢，又話老人家唔使咁多規矩，去見人哋父母，去傾工作，去參加紅白儀式。永遠都係一副我係咁噶啦，你哋接受唔到係你哋問題嘅樣。呢啲人最可怕唔係件衫，而係佢背後嗰句說話。我唔需要理你感受，你聽清楚呢句先係問題核心。做人有時唔係為咗扮高級，而係要知道場合有場合嘅禮，別人有別人嘅感受，家庭有家庭嘅秩序。你可以簡單，但唔可以冇交代；你可以樸素，但唔可以完全唔理人；你可以唔追名牌，但唔可以用邋遢當真性情，用失禮當豪爽，用冇分寸當做自己。我識一個女人叫美蓮，佢有個細佬40幾歲，成日話自己懷才不遇，份份工做唔長。每次去見工，佢都唔肯執正自己，件衫皺，頭髮亂，鞋底有泥，仲同家姐講，真正識人嘅老闆係睇能力，唔係睇外表。聽落好似有道理，但你諗深一層，見工唔係選美，整理一下自己唔係向人低頭，而係代表你尊重呢件事。你連一個見工機會都唔肯認真對待，咁人哋點相信你返工會認真？後來佢又話朋友介紹合夥做小生意，叫美蓮借3萬蚊俾佢買貨。美蓮初唔肯，佢就發脾氣，話全家人都睇唔起佢，話自己只係差一個機會。美蓮心軟，諗住始終係親細佬，就借咗。結果呢個細佬開頭講到好大志，過咗2個月，貨堆喺屋企客廳，單據唔見晒，客人資料又亂，收支冇記錄，問佢啲錢去咗邊，佢就話做人唔好咁計較，屋企人都要逼死佢。你見唔見到？問題由一件皺衫開始，其實一路照到佢整個人嘅習氣。佢唔係唔識着靚衫，佢係唔肯負責任，佢唔係唔懂打理外表，佢係唔願面對秩序，佢唔係真性情，佢係將自己嘅散亂變成屋企人要承受嘅麻煩。好多父母兄弟姊妹夫妻就係喺呢度吃虧。你見佢可憐就幫佢，你見佢潦倒就借錢，你見佢話全世界唔明白佢，就以為自己要做嗰個明白佢嘅人。但你幫到最後，會發現有啲人唔係等你拉佢一把，佢係等你幫佢背晒後果。佢屋企亂，你幫佢執；佢欠錢，你幫佢還；佢同人反面，你幫佢講好說話；佢做錯事，你幫佢收拾殘局。
久而久之，佢更加唔使整理自己，因為總有人替佢整理人生。你以為你係善良，其實有時係縱容；你以為你係有情有義，其實有時係俾人拖住落水。佛家講因果，唔係嚇你，係叫人睇清每一個念頭後面都有結果。你今日一次又一次替佢收拾，佢就一次又一次學唔識承擔，到最後佢嘅因變成你嘅果，佢嘅亂變成你屋企嘅亂，佢嘅冇分寸變成你晚年嘅不安。道家有句說話，原文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出自《道德經》。講白啲，即係人要知道咩時候夠，亦要知道咩地方要停。做人唔使過分追求外表，唔使同人鬥威風，但起碼要知止，知道唔可以失禮到傷人，唔可以散漫到害人，唔可以將自己嘅不負責任包裝成瀟灑。真正識收嘅人，唔會將自己擺到好高，亦唔會將自己放到完全唔理人。佢知道出門見人要整齊，唔係為咗攞掌聲，而係為咗俾人舒服。佢知道屋企要乾淨，唔係為咗炫耀，而係為咗一家人住得安穩。佢知道錢銀要清楚，唔係為咗小氣，而係為咗唔傷感情。呢種收斂先係福氣嘅根。人如果長期散，福氣都好難聚。你睇一間屋，如果日日雜物堆滿地，門口鞋亂晒，飯台長期放住舊單據、外賣盒、未洗嘅杯，住喺入面嘅人心情都會慢慢亂。人都一樣，外面太亂，裏面好難定；裏面太亂，外面自然會顯出嚟。所以睇一個人點着衫，其實係睇佢點樣安頓自己。第一，你要睇佢衣着係咪符合場合，唔係要佢名貴，而係要佢識尊重。探病有探病嘅樣，做客有做客嘅樣，見長輩有見長輩嘅樣，出席紅白議事有紅白議事嘅分寸。一個人如果永遠話自己唔理規矩，咁你同佢相處就預咗有一日佢都唔會理你嘅界線。第二，你要睇佢係咪長期用衣着營造同實力唔相稱嘅成功感。呢種人好容易因為面子而借錢扮闊，因為怕輸而越踩越深。你唔好俾佢個派頭嚇親，更加唔好俾佢幾句大話控到。第三，你要睇佢乾唔乾淨，整唔整齊。乾淨唔等於有錢，整齊唔等於虛榮，而係一個人有冇基本自律。有自律嘅人未必大富大貴，但多數有交代。完全冇自律嘅人，今日唔整理自己，聽日好多事都會留俾別人執手尾。第四，你要睇佢會唔會用形象催你信佢。佢着到好成功，就叫你跟佢投資；佢扮到好可憐，就叫你借錢俾佢；佢扮到好老實，就叫你唔好問咁多。記住，凡係一個人要你唔好問、唔好查、唔好同屋企人商量，咁就一定要停低。第五，你要睇佢平時同重要場合嘅落差。正常人有不同場合，有不同打扮，呢個係禮貌。但如果一個人喺你面前一個樣，喺利益面前另一個樣，喺弱者面前又另一個樣，咁你就要知道佢身上可能唔止一件衫，仲有好多層面具。講到尾，睇衫唔係教你膚淺，係教你清醒。人到咗中年晚年，最怕唔係識少幾個人，而係識錯一個人，識錯一個虛榮嘅人，佢會拖你破財；識錯一個識做戲嘅人，佢會呃你信任；識錯一個長期散亂又唔肯負責嘅人，佢會拖你一齊亂。真正有福氣嘅人，未必穿金戴銀，未必句句大道理，但你同佢相處會覺得安定。佢簡單但唔寒酸，佢樸素但唔失禮，佢慳家但唔吝嗇，佢有分寸，知道咩話要講，咩錢唔好亂借，咩關係唔好攬得太實。呢種人先值得深交。相反，嗰啲靠衣着呃面子，靠形象呃信任，靠散亂拖累人嘅人，你一定要行遠啲。行遠唔係你冇善心，而係你知道善心都要有智慧。拒絕唔係你涼薄，而係你唔想將一家人安穩交俾一個冇分寸嘅人。你要記住，一個人真正嘅衣着唔只係身上嗰件衫，
仲包括佢嘅語氣、眼神、手勢、對錢嘅態度、對家人嘅態度、對弱者嘅態度。件衫只係一個入口，入到去你要睇嘅係心。心靜，件衫普通都舒服；心虛，件衫再貴都浮；心亂，件衫再整齊都會有破綻。你由今日開始，唔好再俾人個表面牽住走。人哋着得光鮮，你慢慢睇；人哋着得斯文，你慢慢聽；人哋着得可憐，你更加要慢慢分辨。真正嘅慈悲唔係見人可憐就攬晒上身，而係幫人之前先守住自己，守住屋企人，守住自己，半世人辛苦處樂嘅安穩。你有清醒，福氣先留得住；你有分寸，晚年先唔會俾人牽住走。人到中年之後，最緊要係守住自己個荷包，亦守住自己個心。你唔好因為人哋着得光鮮，就覺得佢一定有本事，亦唔好因為人哋講到好熟，就唔好意思拒絕。錢銀往來要清清楚楚，合夥做嘢要白紙黑字，朋友情分要有情，但唔可以冇界線。你今日唔好意思問清楚，聽日可能就要成家人陪你還代價。福氣唔係靠人帶你一夜翻身，福氣好多時係靠你避開唔應該接近嘅人，守住唔應該亂出嘅錢，忍住唔應該貪嘅便宜。衣着可以見人心，因為一個人點樣包裝自己，往往就照見佢點樣面對自己。佢如果肯踏實，件衫簡單都會有分寸；佢如果心虛，件衫再貴都會有一陣浮氣。真正有德行嘅人，外表未必搶眼，但一定唔會令你覺得被逼、被催、被牽住走。真正要提防嘅係嗰啲用光鮮掩飾空心，用排場包住債務，用面子換你信任，用散亂消耗你善良嘅人。呢種人一定要行遠啲。你唔係無情，你係清醒；你唔係小氣，你係守住自己同屋企人嘅安穩。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有少少提醒，記得幫我點個讚，訂閱呢個頻道，亦可以分享俾身邊有緣人。你一個小小動作，可能就係將一份善念傳出去。睇人唔係要刻薄，係要保護自己；識人唔係要懷疑全世界，係要明白人心有深淺，福氣有界線。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少一分衝動，多一分清醒；少一分不好意思，多一分守得住自己，就喺留言區留低一個醒字。願見到呢個字嘅人都可以喺人情世故入面守住心，守住錢，守住家，亦守住自己後半生嗰份安穩。我哋一齊善念共振。